歡迎大家嚟到阿平嘅生活頻道。咁今日想分享下咧，喺我哋呢個時代咧，其實 AI 十分之普及啦。AI 時代嘅來臨咧，好多人最擔心嘅就係失業啦。有報道指最需要擔心嘅職業咧，就有收銀員、銀行櫃台職員、的士司機、旅行社員工、客服人員同埋資料輸入員。呢啲報道令我不禁想像，呢啲職業真係被 AI 取代咗之後嘅畫面。以後我哋去買日用品埋單嘅時候，唔再需要同收銀員四目相投，尷尬點樣 small talk。而的而且確，而家已經有好大部分嘅人偏好使用呢個自助付款通道。不過喺一啲經常幫襯嘅鋪頭入邊去購物呢，亦都會失去咗長久以來建立咗嘅人情味。師奶亦都失去咗要上街格價，同一啲商人嚟一番舌劍唇槍嘅樂趣。第時我哋坐的士呢，亦都唔需要去留意的士司機係咪好健談，亦都唔會有的士司機會專登去做好佢哋嘅客戶服務，因為都已經被 AI 取代咗。而於我而言呢，我反而就算係一個中意聽人講嘢嘅人，我可惋惜我哋會失去咗聽到一啲老司機嘅分享嘅一啲經驗。佢哋嘅經驗有時可以令我獲益唔少啦。咁亦都有啲老司機嘅分享呢，十之八九都係吹水嚟嘅。咁但係聽下呢啲吹水，其實都有一啲樂趣啊。所以話呢 AI 對於一啲內向嘅人嚟講呢，其實佢可以幫佢哋省卻咗唔少 dead air 嘅時間。但係對於一啲外向嘅人嚟講呢，佢又焦滅咗人同人相處之間嗰一點點嘅溫度。但係呢個世代邊有咁多外向嘅人啦？我啲朋友全部都話自己係 I 人嚟嘅。作為一個資料輸入員，邊會有咁多人同人嘅溫度啊？佢日日面對住嗰啲冷冰冰嘅數據，冇將佢凍死，都已經算係偷笑啊！所以一啲低門檻嘅工作被 AI 取代呢，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佢其實推動住我哋呢去尋找更加高嘅生命意義。我諗唔會有人喺資料輸入嘅呢份工作入邊揾到自己嘅生命意義啩？可能有呢？當呢啲職業真係被 AI 取代咗之後，從事呢啲職業嘅人應該如何自處呢？有啲人則認為識時務者為俊傑。喺呢個 AI 盛行嘅時代生存，你必須要學識點樣運用 AI，你先至可以生存落嚟㗎。當人哋大學嘅論文都係用 AI 寫嘅時候，你仲逐隻字逐隻字咁樣喺度雕琢。人哋揾工寫嘅 resume 都係用 AI 寫㗎，你就苦惱緊你嘅 resume 應該點樣排版先至可以成功應徵呢？而家網絡上好多流行嘅影片都係用 AI 生成㗎，你仲喺度諗緊點樣調色？研究緊點樣調特效，依咁樣嘅情況睇，而家好多唔識運用 AI 嘅人俾呢個時代淘汰，真係無可奈何嘅趨勢啊！所以喺呢個時代生存，你一定要學識運用 AI， 除咗多幾分自保之外，亦都唔至於俾年輕嘅一代笑你固執。咁接下來嘅時代其實係咪就係會俾 AI 完全統治晒呢？我自己就唔係咁樣認為咧。諗下而家網絡上流行嘅一啲影片啦，貓變成咗人喺度打功夫。你會見到李小龍啲功夫更上一層樓，出神入化。有啲影片話一啲寵物狗將野生嘅龍寶寶帶翻屋企撫養長大。第一眼接觸到呢啲影片嘅觀眾呢，當然會感到不可思議啦。呢啲影片亦真亦假，呢個確實係十分之有趣。不過睇完呢啲影片之後，你嘅空虛感呢，亦都好容易隨之而來嘅。因為我哋知道呢啲都唔係真實嘅，係虛構嘅。甚或有啲影片你會覺得佢有啲離地，呢個係 AI 其中一個最大嘅弊端。佢欠缺咗人嘅經歷同感受，欠缺咗人嘅溫度。試諗下喺一個 AI 主宰嘅時代入邊，鋪天蓋地都係一啲冇溫度嘅藝術，假嘅藝術，甚至有許多現實都係虛構出嚟。呢啲難免會使人產生審美疲勞。相對而言呢，真係由我哋人類一手一腳搭建出嚟嘅一啲藝術作品，喺呢個時代之下，唔通唔會顯得更加珍貴咩？所以我私心咁推測，喺呢個 AI 主宰嘅時代呢，係會迎來又一次嘅文藝復興啦！我有預感未來嘅人類係會偏好走出去睇一啲真實嘅藝術，感受真實嘅溫度。例如係去睇自己中意歌手嘅演唱會啦，去睇舞台劇演員喺台上面掏心掏肺嘅演出啦，又或者去睇一啲舞者喺一個心流狀態之下嘅演出同埋一啲戰鬥。呢啲真實嘅藝術將會變得更加罕有、更珍貴、更能滋養人類枯燥乏味嘅情感。因此喺呢個 AI 咁盛行嘅時代呢，我哋除咗
可以學識點樣運用 AI 去傍身自保之外，從事藝術工作，專注自己一手一腳搭建出嚟嘅作品，相信自己可以創造出比 AI 更有感染力嘅作品。呢啲先係我哋真正要喺呢個時代學習嘅事物。總括嚟講咧，人工智能雖然係好厲害，但係人工智能始終唔係人類，佢冇我哋人類嘅經歷、情感同埋感受。沉淪喺人工智能嘅世界入邊，享受人工智能帶來嘅便利，同埋我哋可以好好運用人工智能之餘，亦都能夠洞悉我哋人嘅寶貴之處咧。呢兩者其實只係一個選擇，前者呢係通向一個冷冰冰嘅世界，後者則通向人類情感大釋放嘅畫面。等我哋期盼喺呢個 AI 盛行嘅時代之下，會唔會又有一次嘅文藝復興呢？我自己當然希望我哋以後可以充滿喺一個真實嘅藝術嘅世界，等我哋可以一齊活喺一個有溫度嘅世界入邊。今次嘅鳩噏係咁多，下次再見。